如果那个大概大学不太认识我的话，如果你们还有印象，就是今年啊，就刚才小弟哥也有讲嘛，我就是那个从总统手中领金曲奖，然后又要告诉总统说，也祝你是极有股型投资原住民的那一个，本人跟电视上不太一样，可能比较小啊。啊，我也觉得我很感谢主，我怎么会有这个机会？我也出生在部落，我的爸爸是远洋遗传的船员，我没有很好的家庭背景，但是我们有的是梦想，有的是自己努力去外面，年轻人自己打拼自己的事业，然后，我得奖的时候，那我的家人很开心，我们的部落的年轻人也很开心，然后他们还杀猪这样，没有看过得金曲奖还要杀猪的，奖金大概有一半都是拿去杀猪的，来不及存的。那我觉得回馈部落是应该的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部落很需要你们。啊，因为部落里面有年轻的一辈，我觉得会让部落里面更有希望，会有更多的期待。一步一步来，我觉得都是要这样子。我唱这首歌是我写给我爸爸的，我爸爸是远洋遗传的，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叫《远洋》，我献给各位，加油！